假期啱啱完結，返工後嘅第一日，你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啊？煩躁啦，不安啦，腦海入邊充滿住各種各樣嘅情緒。我今日就係咁，覺得自己完全冇辦法專注，仲有對工作上犯錯嘅羞愧感，一直喺個心入邊糾纏不清。我發現其實呢份煩躁唔單止係因為假期結束嘅疲倦，仲有幾種情緒炒埋一碟。一方面，我對工作星期六嗰陣時犯嘅錯誤感到羞愧，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小心。另一方面，我又擔心同事同上司唔知會點睇我驚佢哋唔知道有咩評價。再加上假期啱啱結束嘅失落感，令我完全失去咗平靜嘅心。但後尾我話俾自己聽，情緒低潮都唔係咩大問題啊，真正需要嘅就係停一停，睇下自己心入邊嘅感受。我同自己講，呢啲情緒都係正常嘅，因為我係一個好在意自己嘅人，我接納我啲情緒，亦都接納而家嘅我。我開始用啲方法，慢慢將自己帶返去當下，搵回內心嘅平靜。譬如呼吸法啊，我想分享呢段經歷，因為我知道我唔係唯一一個會陷入情緒低潮嘅人。我哋每一個都有呢啲嘅時候，被羞愧感同埋不安感咁樣纏住，搵唔到平靜。但我想講，呢啲情緒唔係敵人，佢哋只係提醒我哋需要停一停，去睇下自己嘅心入邊發生緊咩事。當我學識接納自己嘅唔完美，專注當下嘅呢一刻，我就發現平靜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俾啲情緒嘅雲遮住咗。或者你都試過呢啲時刻，煩躁、羞愧、不安，但記住啊，呢啲情緒都係過客嚟嘅啫。真正嘅平靜喺心入邊，俾自己一啲時間接納自己嘅唔完美，然後慢慢地你就會揾到屬於你嘅平靜同埋力量㗎喇。